根据统计，台湾每10个人内面呢，就1个人结石。高雄市立大同病院和中山大学合作研发 AI 药剂结石体检系统。那准属于这病人的尿，还有血的检验数据呢，就让知影讲伊身躯内面敢有结石，这正确的比率有够高成。这项发明呢，也摕到国际学会上界悬的荣誉。护理师当咧替民众抽血，等一个个爱验尿，这毋那是一般的健康检查流程。即摆有遮的资料，就会当连面知影家己敢有结石。这套大同病院研发的 AI 药剂结石体检的系统，干那输入病患的身悬、体重、尿甲血数字，系统就会当精准的判断病患敢有药剂结石，正确度有91%。目前系统使用1礼拜，已经找出8、9位结石的患者。抽血验尿，我们用这些最基本的一些项目。输入到我们开发的 AI 的这个软体里面，我们就能算出它体内有没有肾结石的几率到底是多少。根据泌尿科学会统计，台湾10个人内面就有1个有药剂结石，查甫的比例是比查某较侪2倍。大同病院是甲中山大学做伙研发这套 AI 药剂结石体检。过去结石患者拢爱等到会痛才会去看医生，即卖有这套系统，会当体检出稳重的患者，用早治疗，减少病患的病痛。高医体系总共大约8000位左右的病人来建置了我们的资料库。那利用这个资料库呢，我们可以及时的把病人的数据输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得到肾结石。陈和伟医生表示讲，这是全球头一个运用 AI 科技来体检药剂结石，这嘛得到欧洲泌尿科医学会肯定。为全球6000篇研究当中，陈和伟是亚洲头一位得到临床上有贡献奖的医生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